读上帝的话语，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，请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的东西给你们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我们来把13节再读一次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带领我们进入2013年。主，我们为过去的1年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也为着在你的面前的每个弟兄姐妹、年轻人向你献上感恩。主，你的保守和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聚集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你在我们当中，愿你的灵充满我们，愿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心能够醒悟，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和旨意。我们献上祷告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，好久不见。好，这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很多人跟我说的话。哦，牧师好久不见，好像我消失了一样。好，事实上呢，在过去这1年当中，陈牧师的确很少跟大家一起在周六这个晚上一起来敬拜。好，那有一点不习惯。好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呢，已经6年多，将近7年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在周六的聚会。那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这边不断的成长。那也更感谢主的，就是看到应验传道，他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只有短短的半年的时间，但是呢，他很适应，也很享受，在我们的中间的服事所以献上感恩。那让过去呢，这1年，我可以全心的投入在这个教会开拓的事情上面。开拓加光，有去过加光的请举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请放下。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过。加光呢是在龙安街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迦南教会呢，为了要回应长老教会150周年新贝加101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开拓教会的意向和目标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去年的2月5号，就是成立了这个加光福音中心，在龙安街的地方。那在这1年当中呢，有受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支援所以我们总共将近200位的迦南教会的会友去那边参加过礼拜，去那边参与过服事和侍奉。将近是1/3，1/3到2/5，3到2/2。那但是呢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机会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跟旁边人说，今年还有机会，到加光资源。不过呢，其实呢，我们透过的资源呢，是透过教会的成人牧区我们还没有正式的邀请青年到加光去支援，都还没有正式的所以我们也会找到适当的机会，透过传道、应验传道的安排，我们会有到加光侍奉的机会。因为我知道我们年轻人很喜欢服事。那在过去这1年当中呢，那在加光的成长有很多，从小组从查经一直到后来的招募同工，所以加光现在呢有25个开拓的同工，他们和陈牧师、陈师母一起在那边来开拓教会。那我们的开拓的目标呢，不是马上要把这个人数冲高，而是要针对这25个委身的同工呢，我们要给予一些的装备和训练。所以大概时间要花1年半的时间，来训练这25个同工，包括在我们当中的也有几个开拓同工或是开拓同工的家人，或是你所认识的。如果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呢，就要给他们鼓励，给他们加油，因为呢，他们可能在那个地方，跟在迦南的 feel 不太一样。在迦南呢是这个很多人人来人往的感觉，可是在加光呢，目前还没有。那我们刚搬去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呢是非常的，也不能说凄凉，但是呢，那个地方是很冷就对了。这个东北季风很强，所以住在里面呢都要穿厚外套，所以呢，还是住在迦南比较舒服，比较温暖。这是题外话。但是呢，
这些开拓同工呢，他们真的是很摆上好，那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。好，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当中，好，这个周六有服事，或是周日早上服事，到周日下午还要再加光再服事。好，所以呢，周休2日呢是都在做礼拜。好，从礼拜六做礼拜到礼拜天。后来呢，二三月的时候呢，这个礼拜六在这边，好，然后礼拜天要在早上在迦南，下午要在加光。后来就跟这个主任牧师、郑牧师说，这样很累呢。好，礼拜六晚上要讲道，礼拜天要做礼拜，做2场，然后下午要再讲不同的道。好，然后周报呢，这还算了，讲还没有关系。比较辛苦的是周报，下礼拜周报你还要再准备好这个2篇的讲道篇的这个逐字稿，然后你要再做下个礼拜2篇的讲道的大纲。好，所以整天都在忙来忙去。后来郑牧师很体贴他就说好，那就4月开始呢。好，郑牧师、牧师娘就来协助我们的青年事工，一直到意念传道来。好，所以意念传道来之后呢，也很快的就让我们的这个青年事工能够继续的往前来迈进。但是呢，在开拓加光的这一年当中呢，其实有遇到危机，好，也有转机。好，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同工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事情。好，就是在我们开始做礼拜之后，开始使用加光之后，不到3个月，就收到一张公文。这张公文就是说这个加光有违建，要拆除。那本来只是以为他是写信来告知，没有想到真的放暑假的第一天6月30号，他就真的拆除大队就来了。好，那就赶快跟他说我们自行拆除。好，结果呢他就走了，说1个礼拜要自行拆除，结果1个礼拜过去也没有来，1个月过去也没有来。可是呢刚好2个月暑假结束的最后一天，8月30号拆除大队又来了。好，这一拆呢，就是我们照片上面所看到的，好，就是把整个礼拜堂前面后面挖了4个大洞，好，导致这个礼拜没有办法聚会。后来呢，也在小会里面在讨论开会，好，说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屋主违建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去给他做违建，好，而是原来屋主他有违建被解决的问题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另寻地方，好，所以从9月份开始之后呢，我们就一直开始在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，好，透过了很多的弟兄姐妹，透过了很多的房屋的中介，好，在陈牧师在看的房子，在看了100多间的房子，好，那附近能够看的田土地大楼好，什么都看了，好，但是呢，最后呢，在跟开拓同工还有跟教会的小会，好，这个协调当中呢，我们看中了一个地方，好，适当的地方就在中山路1058号，爱买的对面，胡须章的5楼。这个地方呢，原来他告诉我们说要2800万要买，最后呢，我们谈到价钱是1000万，1030万，好就可以买。好，那里面呢大概的资料内容是这样，好，那所以总共要花的费用呢是将近1260万，好，来买这个地方，1层楼，就在武林高中的斜对面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每个同工去的，包括教会的小会员或是财团法人董事长去了之后呢，对这个地方都觉得蛮赞成，好，比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荣安街的这个地方更宽，而且地点更好，交通也更方便，好，所以而且大家也认为说这个地方也需要教会，好，而且不会离原来的加光太远，好，所以在这里面使用空间呢，好，大概是这样让我们看到，好，那这个经费呢，好，我们感谢迦南教会，好，他补助加光800万，好，我们用掌声来献给神，哈利路亚。这个妈妈很爱儿子好，儿子要出去这个什么，要出去成家立业的母会，好，就补助800万，好，那还欠了500万，好，所以是要跟互助社来借款，好，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认线，好，让这个费用好能够来得到补齐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好鼓励大家好能够继续来为加光来关心代祷，好和奉献，好，不论捐的多捐的少，捐的甘心乐意的都是怎样神所喜悦的。阿们。今天让大家分享好圣经的经济学，好都要讲到跟钱有关。好，不晓得在座多少人你有收入的，请举手。有收入的，好，举好，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显然，好，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收入，好，或是你的收入不知道那个是收入，好，那可能只是开销，好，是开销。虽然你没有收入，但是你算一算，你每天花的钱，你每个礼拜的花费还不小，好，包括你今天吃的食衣住行，好，你身上穿的，好，都可能是从你的口袋好里面出来的。到了
2月10号我们就要过新年，好，也是每个同学最期待的，好，就是又要可以领红包、压岁钱，好，那在教会呢，大家最期待就是这个生日助学金，好，1年有2次的生日助学金，好，也可以领红包，所以我们比在外面的人更好，外面的是1年过年领1次，好，在教会1年就可以领2次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圣经当中，好，有一些关于教导我们如何使用金钱、善用金钱的原则。好，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。好，盼望呢，好，我们都能够透过这些原则，特别在你还没有开始有第一份收入，在你还没有开始工作赚钱之前，你就能够掌握。我相信呢，你的一生，好，你的在金钱的规划使用上面，能够更加的蒙福。跟你旁边弟兄姐妹鼓励说，啊，注意听，你会更加的蒙福。注意听，会更加的蒙福。然后再对旁边的同学说，这一篇讲道是为你准备的。相信这神的话呢，是为每一个爱他、又甘心乐意服侍他的人所预备的。第一个原则就是你必须要认真的工作。我们一起说一次：认真的工作。这就是关系到你的收入的来源。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很现实的事情，就是有多少人你有收入，而你的收入从哪里来？没有人可以很少的人能够有机会。因为每天上学念书就有钱可以拿，你必须可能要去工作，你必须可能要去做一些事情就业，你才能够有一份薪水，才能够有一份收入。上帝创造人的原意，好，其实不一定要工作，但是因为人犯了罪，好，地受了咒诅，必须要流汗工作耕耘，才能够从地上获取作物，就开始变成人的宿命，必须要工作，必须要工作。跟你旁边说，必须要工作。圣经当中哪一个人没有工作？每个人都有工作。耶稣有没有工作？耶稣也有工作。保罗有没有工作？保罗也有工作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些人有没有工作？都有工作。所以你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享受，上帝会赐给我们，会为我们预备，必须要工作。在耶稣再来之前，耶稣来解救我们离开这个受咒诅的罪恶的世界之前，救赎我们之前，每个人都必须要工作，而且要认真的工作。我们再说一次，认真的工作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3章告诉我们，一起来念：我们说这话，是因为听见你们当中有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，整天什么事都不做，专管别人的闲事。在这个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问题，有人都不做事，闲没事，而且呢还管别人闲事，出一支嘴。把人做到老干，伊香干嘛？老干，口沫横飞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但是这是违背圣经的。保罗说，再来念，这样的人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警告他们，命令他们要安静下来，亲手做工来维持生活。当我当传道的时候呢，就在台南的乡下，在教会的对面呢，住了一个老阿嬷，80几岁。这老阿嬷80几岁了，每天就要住着那个是土嘎厝，就是用土和成的砖做成的高厝、换厝，好，就是这个平房，上面就是用竹竿好这样搭起来。好，那在这个房子呢，因为他们分家产，所以隔壁呢，好这个土嘎厝被切了一半，好也不是用刀切，好是用怪手这样咔咔咔挖了一半，然后隔壁就盖了一个透天，很漂亮。但是呢，这个阿嬷继续住在这边，好就是没有门，所以进去呢就是从这个透天跟那个换出的中间窄缝进去，就是他们的门。后来这个阿嬷呢，因为她年纪很大，好，然后她又每天要出去做回收，所以我因为住在我们教会对面，好，所以常常每次有爱餐有剩的，我就拿去她家，好也不用敲门铃，因为她家就没有门。好，如果他不在家也没有关系，进去就是客厅，好，就是他的饭桌，就直接放在桌上，好，他就可以收到，他就可以留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还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整天在家，好，有钱就喝酒买烟，好，然后呢，有钱就把他赌博花掉。可是呢，他说不工作不赚钱，因为他的这样的态度，导致了家庭一蹶不振，始终贫穷。如果当我们一个人不愿意工作、懒惰的时候，所造成的那个咒诅和危机是非常的大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份收入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必须要有收入，就是认真的工作。不管你在加油站工作，不管你在公司上班，不管你出国出差，好，你是做什么样的职业，当你做的每一份工作，你必须都要认真。
我有一个弟弟，好，我的弟弟呢，他在他9年、10年多之前，好，他那时候刚从这个师大研究所毕业，好，那学美术的可以赚什么钱呢？他也不晓得，但是呢，好，他就开始运用他的这个兴趣，就是做电脑的绘画、电脑动画设计，他就做了创了一个公司，好，工作室，好，就叫做认真工作室。他就给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字，好，叫 Stereo。他取了这个名字呢，好，他去注册的名字，中文名字就叫做认真工作室。好，他的目的呢，好，他就是要提醒自己，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认真。所以呢，他就真的很认真。好，9年多来，好，他呢，以前开的车呢，好，是这个福特，好，30几万的这个福特的小车，好，他都没有换过，一直到今年，好，他才换成新车。在他这段创业的过程当中，好，其实一开始没有人看好，好，一开始没有人会觉得，他这样会有什么前途，结果没有想到，好，如果你比较对这些潮牌，好，潮服，好，比较 information 比较知道，好，我的弟弟他已经开了我也不知道开了几间店，好，在东京，在上海，好，在马来西亚，在台湾，好，开了很多的店，好，并且呢，他也做了。他的员工呢也好几百人，好，那我这些衣服呢，好，都是去他店里面签账的，好，就是去报名字，好，就直接传出来。但是呢，我要讲的是，好，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什么样的行业，不管有没有人看好你，只要你抓住一个态度，认真的工作，上帝就祝福你，阿们。所以你必须工作，而且要怎么样工作？所以工作是所有经济的基础。如果你希望你的经济上面得到祝福，你必须要有工作。包括你现在是学生，你要想好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你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。好，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学生越来越聪明。第二个原则就是你怎么花费，你怎么支出。你要有收入，也要有支出，所以你要有花费的计划。请说一次，花费的计划。箴言21章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实。计划周详的人怎么样？富足。行为冲动的人怎么样？贫苦。什么是行为冲动的人呢？这个百货公司拍卖人，好，从这个8折变成7折，变成6折，变成3折，变成1折，哇，周年庆，好，赶快买啊！然后这个跳楼大拍卖啊，趁便宜赶快抢购，好，或是在这个路上，好，十字路口倒店货大拍卖。很多时候这些消费都是抓住人什么样的原理？冲动的心理不赶快买，好，你就好像错失了。事实上呢，当我们要支出，我们就是要做预算。好，预算呢包括2件事情，请你写下来。第一个，你要记录过去，好，预算包括记录过去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规划未来。我们在场的，好，你会记账的请举手。哎呀，好多人，给这些人掌声鼓励。这就是符合好预算的条件。我们明天要开合会，好，在合会当中最重要的2件事情，好，就是报告和计划。而报告包括财务的报告，好，过去1年金钱的使用；计划包括未来这1年你金钱的预算和计划等等，配合你的事工。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了，你就会学习到这2个花费的原则、支出的原则，就是要做预算，要记录你的过去，你的钱跑到哪里去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哎呦，怎么一下皮包就没钱了？很多人在刷，我们现在都用电子钱包，用悠游卡。你知道你的悠游卡里面剩多少钱？知道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很多人不知道你悠游卡里面剩多少钱。好，等到我去坐火车的时候，他就会告诉我多少钱啦，干嘛去记它？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记住你里面剩多少钱，但是你会不会去规划你所用的钱要用到哪里去？当你有计划、周详的计划，你就会因为这样而富足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一时的冲动、一时的性情常常就是这样突然的这样大开机，好，杀红了眼，好，大花特花，你就会贫苦的日子，好，就在后面等着你。所以你必须要做好花费的计划。第3个原则，要有长远的投资。讲到你怎么样储蓄，你有收入，你有支出，但是收入跟支出，你还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要做储蓄。箴言13章第11节，一起来读：不劳而获的财物，瞬息耗尽；
勤劳累积的财富日日增加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能够不劳而获，好，能够速成，好，这个有一个曾经在我们教会的青年聚会过的青年，他告诉我，他被警察追，为什么被警察追呢？因为他去卖枪，好，他去卖枪，然后呢，后来卖枪之后呢，他还去卖枪，后来去讨债，好，搞到最后呢，好，他还跑来跟我借钱，好，说要借多少？借20万，说你找错人了。好，哪有20万可以借你？但是呢，这个青年呢，好，他开着一台跑车，好，也是人家借来的跑车，好，但是呢，他在过这种边缘的生活，边缘的生活，好，他说他一开始只是好玩兴起，但是到最后他现在在监牢里面，好，他现在在监牢里面吃牢饭，但是呢，好，他没有，他把他的人生投资在错误的地方。你想要不劳而获，好，我去讨债一趟，回来就有5万块可以拿，要不要赚？我只要出去，好，这个给人家看一下我的家伙，亮一下，回来我就有5万块就可以拿，好不好赚？好赚啊，要不要赚？好，你看你怎么想，看你怎么想。你想的够长，你就不会赚。你想的是我这5万块，我就可以去买 iPhone 5，我就可以去买 iPad 2、iPad 3、iPad 1、2、3、4，全部都可以买。如果你是想到是这一些，你就后面有苦日子。有人说，我们的上一代是有多少就存多少。好，廖勋长老，好，在哪里？廖勋长老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。来，给廖长老鼓励一下。有多少存多少，然后呢，到了我们这一代是什么呢？有多少花多少不用存的啦，有多少就花多少。你觉得下一代是什么呢？没多少，花多少，欠多少。好，反正我现在花的都是以后欠的，以后我再赚来还你呀。好，以后我再赚钱之后再给你啦，先贷款了，先借了再说了，利息好欠着啊，这个信用卡欠着啊，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没有急着要享受，现在就要拥有，你有这种冲动的个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今天的经节，把今天的信息好好的听进去。有人说一个人退休要多少钱才够呢？我来算给你听。好，你打算几岁退休？60岁，60岁够不够久？廖长老现在64岁，68岁，退休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存的还不够，好，赚的还不够，好，他还要继续再赚，好，他要把握。如果你有把握60岁就可以退休，你又可以活到80岁，80岁够了吗？够了，好，一个月3万块，一年36万，20年退休不工作，20年36万乘以20年多少？720万，你才可以退休。意思说你要存到720万。你就可以退休，够不够？好，一个月3万块，好，你除非你还要先有房子，好，不用付房租，好，你还要先有一些该有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好，这是这样的算法，好，这个是人家在报纸上面好调查出来的，说大家退休的存款要720万，好，但是有的人说720万那我柯林，好，退休有72万可以拿，就偷笑了。退休还有银行还有7万多块，好，也不错了，那有700多万。但是呢，好，这是一个迷思。到底你退休之后是要靠钱过生活，还是要靠其他过生活？你觉得呢？都需要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长远投资好，包括娶某生囝。如果这个人好，他有2个小孩，好，这720万谁来赚？叫他孩子去赚啊，好。然后如果他这个孩子训练得好，栽培得好，要赚720万，会不会很困难？不会，一个人赚360万，20年当中，一个人只要给爸爸妈妈320万，意思是一个月3万块，一个1万5，一个1万5，就可以维系爸爸妈妈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如果他有3个小孩，更容易，好，一个只要分担1万块钱。所以你有没有长远的眼光和投资呢？好，我要再回来鼓励大家，早一点多生孩子。好，当你早婚的时候，就能够多生。所以你要有长远的投资。好，这是我不小心领会和体悟。好，但是我很感谢上帝，好，让我可以早点结婚，好，又可以多生。
有人问我还要不要再生，我说，上帝还没有感动，好，但是我也很想，好，只是没有那个力气了。但是你要有长远的投资，好，那个力气是带小孩的力气，好，这个带小孩是要花时间，所以呢，不要不劳而获，你要勤劳的累积，包括在你的养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面。如果你认真的做，你的退休的生活会多彩多姿，会很精彩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，好，你赚到720万，可是膝下无子。当你到了68岁的时候，家里面只有你跟你太太，结果呢，2个人还要煮饭，要洗衣服，2个人还要去洗衣服，好，然后要倒垃圾，还要自己爬楼梯出去倒垃圾。你们可以想象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如果你到68岁，没有像廖勋长老这样，好，他有4个孙子，好，有4个孙子，好，2个儿子，4个孙子。你没有像郑牧师这样1男1女7个孙子的话，好，你的生活其实会很孤单，好，会很寂寞。万一另外一半又走了，好，另外一半又走了，好，所以你很快就会被他一起跟着走。好，讲太远。第4个原则，你要享有的知足，请起说。当你有收入，当你会懂得支出，当你开始有储蓄，你要去 enjoy， 你要去享受。有的人他有储蓄，他有收入；有的人他有预算；有人他很会投资，很会储蓄。可是呢，他不满足，他一点也不快乐。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？有啊，搞不好你家就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啊，或是你身边的人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人，就是一直追，一直追，有了还要再有。永远不够，永远不足。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，一起来念：不要贪慕钱财，要满足自己所有的。不是满足你有多少钱，要满足你所有的。后面这一句呢还没有完，后面又这样说：因为上帝说过，我永不离开你，永不丢弃你。为什么郭台铭他可不可以退休？他赚的钱够不够他一辈子花？够。为什么他还要赚？他一定有某方面的不满足。王永庆，好，经营之神，好，他退休了，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满足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你看到很多人，很多的有钱人、大老板，他的钱明明就是我们全部人加起来的好几倍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不满足。他可以悠哉的生活，环游世界，可是他没有办法 enjoy， 他没有办法享受。因为他一直在追求数字，追求更高的标准和目的。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。我们说没有安全感，安全感从哪里来的？好，在于上帝说了这句话：我永不离开你，永不丢弃你。不管今天你的邮局的存折是有好几个零，或是只有1个零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就是那个零都没有关系。你有上帝，你就有安全感，你不会因为口袋里面有钱，你就不敢出门。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，我听过王永庆的演讲，好，他就跟我们说，好，小朋友，好，你们谁比较有钱呢？好，这个小朋友说你比较有钱，好，王永庆说没有，你们比较有钱，你们的口袋呢都还有10块钱，好，5块钱，我的口袋呢都没有钱，好，结果他就在把口袋拿出来一看，真的没有钱。所以你们比较有钱，这只是他开玩笑的话，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花钱，好，他就是叫旁边的付钱就好。但是呢，他旁边人如果没有跟他出来，他就没有那个安全感。而我要讲的是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你有上帝这一句话，我永不离开你，永不丢弃你，你就有安全感，你就不会因为你钱多钱少就觉得害怕，没有钱就不敢出门。之前是嘉平的阿嬷，大家讲见证。嘉平睡着，他说呢，他阿嬷说呢，他阿嬷去年受洗，他阿嬷说以前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好，这个皮包里面都要装多少钱？蔡嘉平，皮包，你阿嬷以前信耶稣之前，皮包都要装多少钱？唔知，都要装很多的钱，他才敢出门。可是呢，当他信耶稣之后，这个安全感好来了，这个辖制就离开了。所以呢，他不管有钱没钱，他都可以很开心的出去，好，一整天都没有关系。这是最大的祝福。所以，请你写下来：
真正的快乐不在拥有，而在什么？你有的越多，不见得快乐越多。当你有一台 iPhone， 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当你有10台 iPhone， 开不开心？超开心。好，当你有1000台 iPhone 的时候呢，好，你会开始担心，而我这些东西要放到哪里去？啊，如果到时候贬值了，好，到时候卖不出去了，好，怎么办呢？哇，你就开始要去烦恼。你有一个老婆开心，你有10个老婆，你就会超级头痛，好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你要享受你所有的，好，不管你的手机好是 Nokia 的，好，现在 Nokia 已经快要变成某种代名词，不管你的手机是 iPhone 或是 Nokia， 好，但是呢，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你所拥有的，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快乐。阿们。第5个原则，聪明的节制，好，请一起说。箴言28章20节，诚实的人满有幸福，想发横财的难逃惩罚。什么样的人幸福呢？诚实。在哪里诚实呢？在金钱上面诚实。有没有买过乐透？有。为什么要买乐透？做公益哦，好有爱心。我可怜。买乐透一定是那期新闻在报啊，几百只有多少期共估了。所以如果新闻在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哇，那个乐透的店门口一定排很多。牧师有没有买过？当然有买过，我很诚实哦。好，那为什么要买呢？好，不是做公益，我讲到这边就好。但是呢，诚实的人买乐透，他的投资报酬率有没有人去算过？蔡家平，数学系的，有没有？有人算过，好，参考看看，中奖几率好是多少呢？2200万分之一，好，全台湾的人大家都买一张，就刚好1个人会中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用这个中奖的几率来看的话，你要花多少钱，你才会中到一次的乐透？哪有那么便宜？一张50块，好，你就要花11亿，平均换算下来，你要花11亿，你才会中一次的乐透。但是那次乐透头奖是多少？1000万。好，现在有保证，好像至少是1亿还2亿。好，你花了那么多的钱，好，平均算下来，好，当然也有人中过了，他一定没有花那么多。好，但是呢，好，新闻一直报，你就会觉得啊，有可能，好，这个有梦最美，好，有梦最美。如果换算投资报酬率呢，平均每一期的投资报酬率56%，前面加个负，好，不会赚钱。你每次花钱，现在乐透是多少钱？50块，好，然后呢，另外出了一个叫威力彩，100块，好，表示牧师有买过，好，知道行情。投资报酬率呢，平均呢每一期是-56%，好，那一个礼拜有几期？一个礼拜有2期，所以你每一年的投资报酬率换算下来就是-99.99999999999，中间那个顿号呢是35个9，后面是983。你等于是你有没有可能赚钱？如果你用数学的算法，好，你买乐透赚钱的几率是很困难，好，但是还不要买，好，要为了做公益，好，还是要买。好，我不是说反对你买乐透，而是说如果你把你的钱好投资好了，好不容易赚了1000块，你通通拿到1000块的红包压岁钱，通通拿去买乐透，我保证那1000块的投资报酬率是负99.99999。但是万一你中了头奖，好，牧师要记得，牧师说牧师没有反对你买，好，开玩笑。好，但是呢，有的人很多的家庭，他认为买乐透也是投资啊，我把我赚的钱拿去投资在乐透啊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钱，包牌啊，几千到几万，导致他们陷入到借钱去包牌。以前6合彩就是这样，6合彩的几率还比这个高很多，好，还比这个高很多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去买这个大家乐、大乐啊、百家乐，好，大家乐了，以前叫大家乐，后来有6合彩。好，但是呢，好，想要发横财，难逃惩罚。也有人去美国去做过调查，这些好买乐透的中奖的头主，像去年12月才一个新闻，
好，他才中了威力彩，2个月之后，就死了。为什么？被谋财害命。而且呢，他们统计这些人的奖金可以平均花多久？7年。好，我看到的是更少，3年。3年他领到这些钱，好，通通花掉，通通都留不住，而且还变负债。本来还有开工厂的，还有做老板的，家里面的收入还不错，好，一年还有几百万。就中了乐透之后，不但没有钱，还负债，最后去当清洁队还是什么？所以这些发横财的，到最后呢，不是祝福，不是上帝的祝福，可能是撒旦的咒诅。所以买乐透中奖真的不要太开心。跟你旁边说，买乐透中奖不要太开心。先告诉陈牧师，我一定会帮助你，好，慎重的、冷静的思考。好，其实现在银行也在把关，好，中奖人好都会先帮助他们，好，先头脑醒一醒。好，最后第6个原则，越后面越重要。好，第6个原则，尊荣的奉献。尊荣的奉献。当你有了收入，你要支出，还要储蓄，你要懂得享受，你要有聪明的头脑，避开这些陷阱，能够节制。但是呢，真正的金钱，你要寻求的，好是这个第6，尊荣的奉献。奉献呢，好带给你的收入呢，是跟第一个 stay real 的收入呢是不一样的，好，认真工作的收入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超自然的收入，好，超自然的祝福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超自然的祝福，最好的收入。你有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好，你可以做20-30年，好，可以带给你帮助你买房子、买车子，好，可以帮助你生好几个孩子。但是呢，好，如果你懂得奉献的原则，尊荣的奉献带给你的收入和祝福，好，是远胜过你认真的工作。但是也不是说你不用工作哦。好，箴言3章第9节、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要用田地的最好产品献给上主，表示对他的尊崇。你这样做，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，心有余力，储藏不下。当你会懂得把工作好的第一份收入好奉献给上帝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示对神的什么尊荣？上帝配得我最好的。其实，在创世纪的好这个伊甸园外面，亚当生了该隐和亚伯，他们2个人都会奉献，都会给上帝。但是呢，一个是把他的出产田中的土产，好带了一批献给上帝；但是另外一个亚伯是把他刚出生最好的羊羔、小羊献给上帝。上帝好，他就要了小羊，而不要土产。好，所以上帝是吃荤的，不是吃素的，是不是？并不是，而是上帝喜悦亚伯，就喜悦他所献祭。为什么喜悦亚伯？因为他有一个尊荣神的态度，知道把最好的献给上帝。以前的人，早期教会都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一种传统：当你收到的红包、压岁钱，那个新的钱要做什么？就是拿来奉献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要有新春礼拜？好，就是前一天除夕领压岁钱，隔天新春礼拜，不管礼拜几都做礼拜，就是让你有机会去奉献，把你这个最好的产品献给主。好，特别在你一年开始的时候，当你这样做，上帝就会使你的仓库充满谷物。好，但是你的奉献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金钱，奉献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？尊荣神，高举神，好，而是为了要赞美神和感谢神。所以尊荣，它有2个原则。第一个，神不怕你拥有金钱，只怕怎样？你被金钱拥有。第2个原则，你在哪里尊荣神，神就怎样在哪里祝福你。如果你在金钱上面尊荣上帝，上帝就在金钱上面祝福你。阿们。你可以做上帝不是反对你有钱，但是上帝是反对你被钱所拥有。很多人的生命一生到老就是为了钱。有的人为什么要烧炭自杀？90%人也是被钱逼的。很多人为什么要去干坏事？就是被钱逼的。
因为有钱可以赚，因为他缺钱，他手头紧，他需要钱。但是当你过着一个被金钱所拥有的生活，你就没有办法尊荣神。而11奉献，奉献就是让我们可以学习做金钱的主人。在你这个月要准备花钱之前，花你这个月的开销之前，你就会把第一份分别出来献给神，这就是尊荣上帝。阿们。所以你要学习。好，我们下礼拜就是新春礼拜。好，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学习，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，就是荣耀神。你在哪边荣耀神，神就在哪边祝福你。最后的原则，慷慨的给予。第一个是要认真的工作，第二是什么？花费的计划。第三呢，长远的投资。第四，享有的知足。第五，聪明的节制。第六，尊荣的奉献。第七，你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做，成为一个给予的人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可以成为一位给予的人。哥林多后书第9章，要记住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，不犹豫，不勉强，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。你给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撒种，你给的越多，你撒的种子就越多。这些种子有的可能会收成，有的可能会枯干，有的可能会被荆棘掐住，但是你的投资报酬率就越高。而前提是你要先撒种，你要先给予。每一个人要怎么给呢？我用红色的字把它圈起来，按照自己的心愿。当你要给别人的时候，不是照别人，不是照上帝，不是照其他的想法，而是你自己的感动。你自己心里面觉得，他需要什么帮助，他需要什么样的给予，你就要按照自己的心愿。而且你在做的时候呢，不犹豫，不勉强。有没有玩过交换礼物的游戏？有。交换礼物的时候呢，你会买比较好的有没有送人家明明就是买很好的送给人家，可是收回来是什么？却是很两光的。但是也有你给人家很两光的，可是你收到的却是很好。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谁会收到。但是呢，你要操练这样一个心态，就是操练能够乐意的给，乐意的给出去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凡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，要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，倾倒给你们，甚至无处要祝福你们，要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。所以后面第8节就这样说啦，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，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，还能够在各样的慈善的事上出力。当你成为一个给予人，有2个事情。第一个，你会自己充足，还会有余；第二，你可以参与在各样慈善的事上出力。我们教会有在做食物银行，也在做急难救助，也在做友爱基金。你有没有真的实际的去参与或是帮助过？其实当你能够去帮助别人，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受祝福的人。所以使徒行传耶稣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当你能够给别人，其实已经证明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反过来说，你没办法给别人，你给不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少福气的人，你是一个没有受到祝福的人。虽然你有了很多，可是你给不出去，所以这个水流到你这边来之后，就这样止住了，它最后就变成什么？死水，它就变成死水，它就没有新的水可以汇入进来。所以这个中东的这个沿海死海，为什么叫做死海？因为它没有流出去的地方，它就是水一直进来，一直进来，可是它没有流出去的地方。导致这个死海里面，它也是本来应该是淡水，它不靠海，它在内陆，可是呢，它里面却没有办法有各样的鱼类，因为它的咸度太高，在这个死海里面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生物在里面生存，它的盐度成分比海水还要高，所以你要慷慨的给予，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活水的源头，可以祝福人。在美国的富比士杂志
报告，世界上拥有300亿，好，300亿等于300亿美金哦，等于台币多少？9000亿，好，将近1兆，好，将近这些拥有上兆的财富身价人，75%是什么人？犹太背景、犹太血统、犹太人。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多少？不到1%哦，1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犹太人，好，不一定有一个犹太人。可是呢，这些全世界有钱的人，75%里面，好是犹太人，这个比例高不高？非常的高。好，台湾里面有几个是台湾人？里面有几个？现在可能顶多有1个。但是呢，这个可能又会因为股票的问题，好，一下上去一下出来，一下上去一下出来，好，不管他是谁，但是呢，要挤进去这个全世界100个首富呢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好，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犹太人他们却轻而易举，好，就得到了3%，为什么呢？好，这本书呢就在做这样的研究，有没有看过？犹太人为什么有钱？好，犹太人为什么有钱？它里面呢，好提了一件事情，说犹太人教导孩子一件事情：当你成功以后，孩子啊，当你有一天你有钱以后，你要做一个什么人？慈善家。你要去帮助贫穷的人可以脱离困境，而且你要不断的去帮助他们。有多少人自愿是将来要做慈善家？请举手。哦，有耶，感谢主。上帝要祝福你们，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做慈善家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去帮助别人呢？我拿来养我爸妈，存钱退休都来不及了。牧师说720万，我的目标是7000万啊，我要存的更多。可是呢，犹太人教了他们孩子，就是你要不断的帮助别人，好，你要努力的赚，你要努力的花，你要慷慨的给。而当这些孩子遵守这样的原则，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下来之后，他们掌握到秘诀，做金钱的主人，所以他们很会赚钱，好，他们也很会用钱，他们不会花费，他们不会浪费，而且他们懂得怎么样让金钱变大，让金钱变大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，你都能够学习。先求神的国，忠心做管家。我们一起说：先求神的国，忠心做管家。今天这7个原则，其实就是告诉你一生该做的7件事情。你要赚钱，你要花钱，你要存钱，你要享受你的一切，你要离开陷阱，你要追求那个真正的祝福，就是尊荣的奉献。还有，你要从你现在可以做的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你就是成为一个给予的人，你就会在金钱上面蒙福。这是圣经老早几千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。今天我们前面开始读的经节路加福音，这4节好代表4件事情。一个人在小事上靠得住，在大事上也靠得住；在小事上不诚实，在大事上也不诚实。所以你要有诚实的品格。如果你在处理今世钱财上靠不住，谁会把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？所以你要学习拥有理财的能力。你不要连99乘法都不愿意背，你不会连这个你的钱里面剩多少钱都不去记账，你要培养这样的能力。12节说，如果你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靠不住，谁把你们的东西、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你还要有智慧，你要有管理的智慧，懂得怎么样去管理金钱。你不要赚了很多的钱，自己没有福气去享受，都是以后留给别人在花用。有没有这样子？有哦。好，以前早期有很多的老兵，口袋很有钱，后来都被谁骗去了？很多的外籍新娘啊，很多的就是有一些人专门去骗他们的钱啊，好这个什么金光党啊，好就是联合来骗这些老兵的钱。他辛辛苦苦存了60年的钱，从20岁来台湾存到80岁，里面剩300多万，结果呢，好被别人花掉，他自己连棺材本都没有，不够智慧，不懂得去运用金钱的原则。所以没有仆人能够伺候2个人，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，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。你们不可同时做上帝的仆人，又做钱财的奴隶。你要做上帝的仆人，还是要做钱财的奴隶呢？你要做上帝的仆人，请举手。你要做钱财奴隶，请举手。好，请不要举手。请不要举手。
我们都要学习做上帝的仆人，做金钱的主人。上帝会祝福我们在金钱的上面，能够享受，能够拥有，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人生态度，你就会一辈子蒙福。有人说，过去的一年，2012年是世界末日，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世界末日，进入了2013年。你有没有相信今年是上帝要祝福你的一年呢？相信的说阿们。阿们。你有没有相信上帝要在2013年让你在金钱上面做主人呢？相信的说阿们。阿们。你有没有相信在新的这一年当中，上帝要赐福给你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呢？当你能够把这7个原则好好的认真的思想，并且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上帝会祝福你，使你一生都蒙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金钱都是从你而来，金子是你的，银子也是你的，你是金钱的，你是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主。主啊，我们也向你承认，主啊，常常我们在金钱的使用上面受到迷惑，受到辖制。主啊，但是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断开一切金钱的捆绑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的黑暗权势来离开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做金钱的主人，能够把最好的土产、最好的收入来尊荣奉献给神，用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上帝，你必要与我们同在，你的话语必要信实的成就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主啊，求你来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或许还在求学的阶段。主啊，在他们步入社会，在他们得到人生第一份工作之前，主啊，求你先建立他们的生命，建立他们的态度，训练塑造他们的智慧，让他们的学习来运用每一分金钱。上帝，你要赐福给他们，并且要代代的赐福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。这时我们同心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